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南投草屯平南地区的重要作物奶鸡、荔枝，最近这几冬来受到草青菇仔严重的危害。草屯镇公所特别利用无人机来喷药剂防治，解决掉农民的难题。 今年3月到5月是草青菇仔的生产期，草屯镇公所今年提早伫咧平南地区用无人机来转药进行防治，强调无亲像化学农药这尔有效，也毋过优点对咱人和动物无败害。防范是一定要全面性的所以咱草屯镇公所即摆咧我嘛来买到这个药剂。平南地区种奶子面积超200多公顷，最近这几年受到草青菇仔和气候影响，收成是变真歹。即马是第2批春生下啦，拢生两呢，迄一届生拢7、8粒、10多粒。利用这转药的机会，农政单位嘛来宣导这草青菇仔相关防治工作，和申请补助药剂代志，希望能降低对农业造成的大影响。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